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27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恒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今天跟房地產相關的有兩個新聞都很有意思，都是這個感覺大幕要落下，水落石出。一個就是許老闆他前妻丁玉梅藏匿在海外的資產找到了，一個是萬科官宣了。你看看，都是房地產行業大事。首先是媒體報道說，隨着丁玉梅在資產披露中承認其在英國澤西島、直布羅陀、加拿大、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內地持有多項單項價值不低於15萬英鎊的資產，也就是說太小的資產都還沒在統計之列。恒大在中國香港及英國的律師已向資產披露中列明銀行及其他相關方發行告知其香港禁制令以及英國禁制令的內容，以期促使該等銀行凍結丁玉梅在其處開設的賬戶，使香港禁制令以及英國禁制令得以執行。根據這個判決書披露，指定司法管轄區內持有丁玉梅大量資產的部分銀行，要麼回復稱需當地法院命令才能遵守中國香港及英國禁制令的條款，要麼未對恒大律師函作出確認或回應。香港高等法院審理查明，丁玉梅在指定司法管轄區的資產分布集中且規模龐大，加拿大皇家銀行賬戶有1億加元，大概就5億人民幣；嘉盛來寶銀行新加坡有限公司賬戶有大概也是5億人民幣；瑞士銀行直布羅陀有限公司銀行賬戶大概4億人民幣；澤西島巴克萊銀行有這個630萬，這個4項資產合計在一起2.2億美元，大概15億人民幣。螞蟻也是肉，這點錢對恒大那個境外債權人來說雖然不多，一共才2.2億美元，那好歹也要回來了。這個不一定能要得回來，還要很多法律手續，很多交涉，那好歹能找點錢回來。恒大的律師說，丁玉梅對中國香港及英國的法律程序採取總體不合作態度。香港高等法院法官在判決書中指出，他認為這一表述具有合理性，這也使得中國恆大集團難以核實其是否遵守命令條款，表現為丁玉梅突然變更香港康乃馨道的物業處置立場，拒絕提供嘉盛來寶銀行新加坡有限公司銀行賬戶贖回資金詳情，阻礙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賬戶合規核實等。丁玉梅一方抗辯稱，其無資產耗散意圖，恒大的申請將導致其承擔巨額跨國律師費，構成不當壓迫，且應等待其此前提出的解除禁制令申請判決結果。你看看這有錢人居然還反過來說，你這些要債的你在壓迫我，你們告我導致我要花更多的律師費，你說這上哪說理去啊？確實這個房企暴雷的很多，像許家印這夫妻倆這兩口子這樣的少。你別管這個融創的孙宏斌還有碧桂園的楊家，雖然他們也有某些動作不為外界所知，恐怕也有一些小動作，但是人家大面上那是說得過去的，風雨同舟，也就是人家沒有直接藏匿財產，一切讓債權人扛，表面都把自己的財產拿出來做徵信做擔保，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那債權人他就願意通過你的債務重組方案。其他的暴雷房企多多少少都有這個意思，只有恒大的許老闆又是假離婚，又是藏匿資產，到老一場空，現在在蹬縫紉機，想回頭，眼前無路想回頭，身後有餘忘縮手，不就這意思嗎？我在以前節目說過，因為你得罪的是海外債權人，這些人在海外追到天涯海角他都要追，人家也有律師團隊，人家熟知海外的這些法律，你藏到哪兒去？无處可逃。實際上也老賴給很多 P2P 搞詐騙的這些人也是敲響警鐘，也就是你壞事做絕，你以為你跑到國外就行了，不一定。我最近在看一個報道，因為咱們國內有那種私家偵探，雖然是不合法的，但是專門替別人追債，給別人找線索，找到線索之後你可以交給法院去執行，對吧？就類似這種業務的。現在人家專門在海外搞這樣的業務，專門針對那些 P2P 詐騙，還有那些老闆捐款潛逃到國外的，人家就在國外查線索。他這是3期分賬，你要回來1個億，你要給他3000萬或者是4000萬，這麼一個分賬比例。他負責幫你找線索，他負責幫你找法律，他負責教你，甚至他親自去，各種手段都用，讓你老賴躲在國外，你也不能消。你想象一下吧，這個老賴正在高爾夫球場，你逍遙，你跟這個特朗普在打高爾夫，結果外面有人舉着旗子喊口號，還是大漢字，什麼老賴誰誰誰還我血汗錢，這也丟人。在國外裝富豪裝不下去，或者老賴的孩子在學校上課，人家跑到學校门口拉橫幅，这是誰的爸爸？是老賴，類似這種，也就是你在海外你不得安生。
這個我在很久以前就說過，賺錢你不能賺有苦主的錢，就不能零和博弈。我賺的錢就是你賠的，那你这個錢賺的不安生。你賺的錢一定是多出來的，本來這兒就2塊錢，我拿這2塊錢賺了8塊錢，那這6塊錢裡面我要分，我拿走有些。這是天經地義的，或者這兒就2塊錢，你說我把拿走，那別人就沒有了，你就得罪別人，這就苦主。一旦有了苦主，人家就給你搞到底。許家印、丁玉梅這個事情啊，實際上就是一個標誌，告誡國內的這些有企圖的人，法網恢恢，疏而不漏。你不要以為跑到美國、跑到什麼瑞士、跑到什麼地方就真的就能夠消停，不一定。快樂總是短暫的，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那第二個就是萬科，万科官宣了，官宣啥？官宣暴雷。11月26號晚上，萬科在上清所發布公告稱，將召開債權人會議，討論22萬科 MTN 004展期事項，就是債券到期沒錢還，就這麼簡單，所以要展期。萬科表示，為穩妥推進本期債券本息兌付工作，特召開持有人會議，對22萬科 MTN 004展期相關事項進行審議。該筆債券本金兌付日為2025年12月15日，這就是官宣暴雷，債券到期沒錢給。這說明幾個問題啊？第一個，深圳地鐵不是前一陣子剛給這個萬科搞了個220億這個框架協議嘛？很多人解讀說這個大股東又給這個萬科掏錢了。我分析過，萬科今年從大股東那借錢应該是200多少億，280亿吧，其中有220億，相当于等于没有擔保，沒有這個抵押，沒有經過萬科的股東大會。那現在220億是補手續，那在220億框架裡面，這個敞口裡面，萬科應該還有16億，還可以跟深圳地鐵借。那個節目大家可以去看看，也就是深圳地鐵應該在框架協議裡面還有16億可以借給他。你看這個12月15號到期的這個債20億，你說深圳地鐵再借16億，萬科自己到時候再倒騰4個億，應該不至於暴雷。我講這話什麼意思啊？恐怕就不是差一點的事了。這個是不是預示着啊，深圳地鐵已經拔管子了，16億也不借了，還能往裡借錢？所以我說這是官宣暴雷，大股東放棄治療。這是我個人推測，為什麼不能救呢？有專家說，預計萬科後續可能走向債務重組。國內一評級機構內部人士向記者表示，萬科選擇展期是一個較為重要的轉向，意味着後續國資將無法再繼續為其債務托底，此後走向債務重組是大概率事件。中指研究院企業研究總監也認為，在本金兌付日前，如果展期獲得債券持有人表決通過，嚴格來說，展期就不是違約，但是債券展期會對公司信用造成很大傷害，投資機構對公司償債能力信任度嚴重下降，不利於後期融資。根據觀察，近幾年債券展期的房企後來基本都發生了違約情況。這個專家委婉地說，萬科暴雷了。他不像我這樣說的比較直接，終於靴子落地，萬科是官宣暴雷，而且他就是債券展期，那已經改变不了命運了。棺材板上已經釘上了一個最長的釘子。我們看看這個經濟學家馬冠遠啊是怎麼看待萬科這個傳言的。大家看視頻。還是說說萬科，雖然這個話題比較沉重，特別是這個冬天，我相信無論對萬科還是對於中國的房地產都是非常寒冷的一個冬天。最近萬科的股價、債券都出現了暴跌啊！一方面當然跟整個房地產市場的大環境有很大的關係，但是另一方面，市場上一些關於比如說大股東怎麼樣來處理萬科的一些債務等等的傳言也有很大的關係。過去我們談到萬科，那麼萬科是中國最優秀的開發商，在很多年裡邊都沒有任何疑問。所以到這麼一個最優秀的走到今天這一步的時候，大家還是非常感嘆的。產業這個周期變化的力量實在是太強大了。我過去多次講，中國房地產今天經歷的這麼一次調整，在人類房地產歷史上都可以寫入教科書的，需要總結的東西特別多。所以到今天萬科走到今天這麼一個生死關口的時候，其實我的心情已經沒有以前那麼波動大了。無論是萬科還是別的什麼科，當面臨這麼一個大的環境的時候，它要活下去確實比較難。所以今天萬科的問題已經不是債務的問題，靠大股東不斷的輸血。我覺得萬科的大股東確實還是挺給力的，今年就給萬科借款借了超過300個億，但是就這個支持而言，我認為非常大的，這也是萬科之所以能夠走到今天的一個原因。
第二個說，大家在想，如果一旦沒有大股東的支持怎麼辦？那就是小学算術題了。萬科目前欠的錢跟它的資產跟它的負債，那我們做一個簡單的數學算術就可以，非常非常簡單。你比如說我們現在去看它的现金流，它的现金流只有600多個億，但是它1年內到期的債務超過1500個億，這意味着什麼？它的现金流遠遠無法覆蓋1年內的這個到期債務，1500億600多億而且每年這個現金流還在下降，總的負債8000多個億，總的資產是1.1萬多億，資產負債率超過70%，現在整個行業的資產負債率也就60%，在這個它的資產裡面，這個資產還能覆蓋債務，對嗎？沒有到資不抵債的程度，但是它的整個資產裡邊佔比最多的是什麼？是存貨，4000多億的存貨，還有1300多億的投資性的一些購房，還有1000多億的股權投資。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現在看這個資產質量，在當前整個房地產市場往下的情況下，它這個資產質量確實不好。你比如說那個房子可能賣不出去，還得每年得提那個跌價準備，每年都得提匯賬今年可能你這個房子能賣個1000億，明年可能就剩800億了，所以大家對它的這個資產能夠最終償還債務也是沒有信心的。第三個就是我們看，假定一旦大股東真的不支持了，他自己靠賣房子行不行？今年其實萬科的業績也不好，等於去年就不好，今年又差不多跌了一半。這麼一個機構現在8000多億的債務，每個月都有到期的，現在最新的到期的一筆是20個億的，20個億的現在都難以還上。這麼一個最優秀的學生走到今天，我認為應該真的總結的是什麼？第一個，像這樣的機構應不應該讓它倒下？因為它的倒下不僅僅意味着一個公司的倒下，特別在當前這種情況下，整個市場信心非常脆弱的情況下，像萬科它一旦真的倒下，它的影響那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也就是对整個市场的脆弱信心又踹了一腳，對市場的打擊非常非常大。所以我們過去講大而不倒現在萬科優秀，優而不倒。公司償還債務的世界，它是一個行業世界，它攸關到這個上下游的很多很多的企業，包括這個行業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如此之大，它倒下意味着什麼？能不能不讓它倒下？如果不讓它倒下，怎麼去做？第二個就是說，它的這個倒下是不是意味着中國房地產市場繼續往下走的一個標誌，還是說見底的標誌？我覺得從整個房地產的周期來看，房地產慢慢的接近底部已經是一個基本事實，儘管可能還会波動，但是向下的幅度我認為現在已經非常有限了。如果說萬科真的，那它有可能到这黎明前。第三個的話，我們一旦不要把它看成一個個案，上升到這個產業的高度，上升到政策的高度，那我們要問有沒有更好的辦法，就是讓大家受損最好的辦法，這是我們探求的一個最有價值的一個東西。那比如說這個房價下跌是不是一個最好的辦法？這個開發商的倒下是不是一個最好的辦法？這種東西真的來不得一點點的情緒化，那這是真金白銀的損失，這是對行業帶來巨大衝擊的事件。我們怎麼能夠很輕鬆的、很寫意的、很詩意的來談這件事？所以這個事本身，我覺得關注的不僅僅是買了萬科房子的，不僅僅是萬科的大股東，不僅僅是萬科的債權人，而是所有人會受到這個事件本身巨大的影響。所以我們想想這個事處理，最起碼我們不要用最壞的辦法。我最擔心的是最終用最壞的辦法來解決這個事，那它帶來的衝擊波可能還是非常非常大。馬官遠他說的是對的，這些就是萬科的這財務數據，我們經常說債務是剛性的，資產是彈性的。那個資產水涨船高，水落下去，那資產也就貶值；水涨上来，那資產就升值。那目前這個情況，它報表資產，比如說有1萬億，但是這個1萬億構成，它不是現金，它都是房子，都是什麼商鋪啊、商業或者某些公司的股权又不流通，現金很少，现金只有1年的现金流，这600亿。那這個資產
他要变现金的時候又得打折，就像那銀行把手上房子賣掉要回笼現金，他不得打折賣嗎？什麼意思？萬科你那很多資產，固定資產，你趴在账上你是值5000萬，值1個億，但是你要把它變成1個億現金那是不可能的，你要一賣只能變成6000萬，那這樣萬科就是缺現金，他處置他資產，越處置他窟窿越大，這就是萬達王老板面臨的問題。誰能救？第二個就是說，馬光遠他認為這個應該救，他那意思因為萬科是個標杆。我覺得作為經濟學家，他把概念搞混淆了。你所謂的救萬科是救誰？所謂的救萬科，他說的救萬科是救債權人，救這個大股東，救股東，實際上就是出資人，還有這個債權人。專家的意思是救他們，為什麼要救他們？他們作為投資者為自己的投資買單，沒毛病。深圳地鐵閉着眼往裡衝，明明不行了，你還要借錢幾百億，你有人要為這個負責任。你是怎麼決策的？你要為你的行為買單，有人要進去蹬縫紉機，明明这不行了，債權人也一樣，明明不行了，你給他借錢，活該，你就為你的借錢行為負責。供應商也一樣，供應商你明明知道這企業不行要爆雷，你還給他供貨，完了還有賬期，你明明你的供應款要不回來，你還給他供貨，那你為你的行為負責任，買單。所以我認為救萬科怎麼救？萬科要救，我在昨天節目已經說過了。怎麼救？就是破產重整。萬科這個企業不錯，要留下來。在房企裡面，萬科算不錯的，它有社會價值。但是大股東、其他的股東你都得出血，債權人你也得出血，你們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買單。該算責任，該追責，該買單買單。大家看看海航破產重整，那海航不還在天上飛嗎？海航並沒有關門，只是股東換了，債權人債給你縮掉了，那你只能自認倒霉，你得買單。所以说宛傳政府上级政府已經給出指示，市場化就是破產重整啊，破產重整就是拯救萬科啊，沒毛病。重慶房地產企業叫金科股份，破產重整的成功了，已經人家輕裝上陣了。破產重整之後，他是不是說以後就能風生水起？這不一定。房地產行業什麼現狀就在那擺着，但是人家至少是輕裝上陣了。破產重整不是說爛尾樓就不管了，拿着地開發了一半不管了，不是這意思。新的主人來了之後，照樣接着幹。這就是拯救萬科啊！以後這萬科企業還在，你重整的好，萬科還是上市公司啊。但是大股東換了，其他的公众股東也得出血，股權被稀釋，就這麼個結局啊。債權人你的債沒了嗎？轉成股了，你由債權人變成股東，應收賬款、應付賬款就變成什麼基金唄，塞到一個基金裡面，以後那個基金持有萬科的某些權益，年年分紅，搞得好就分紅拿錢去還付应付賬款，隨便找個券商都會給他出這麼一個方案，這個就是市場化。才是真正的拯救萬科，而不是玩命的借錢，玩命的在給他輸血，那是越陷越深。所以你看万科還在，那誰不在了？那就是債權人，由債權人变成股東了，原來的大股東出局了。万科的負債率70%多，也就是他那個70%多的資產都拿去抵押貸款去了，剩下的還有資產都是虛的，都是那種股权或者什麼亂七八糟，那玩意兒也貸不到錢。專家也說了，萬科後續是債務重組，債務重組的下一步就是破產重整，接下來就是很多企業要告萬科了。我認為很多以前大家都不知道的等，現在一看你這不行了，你這官宣要爆雷了，那看誰手快吧，這玩意兒就拼誰快，先搶到碗里是肉，是個烟灰缸，你到時候1毛錢拿不着。所以你看馬上接下來這個訴訟就越來越多。你看那萬達不就這樣嗎？萬達王老板白馬寺燒香拜佛之後，慢慢的是不是訴訟就多起来了？現在訴訟強制執行都幾十億了是吧？還有很多官司在訴訟進行中，要不了多長時間，我們恐怕就要看到這個天眼查信息顯示萬科又多了幾個強制執行，沒辦法，這就是必然了，陷入絕境。接下來我們要關心的是央企是哪一個？現在活躍在市場上的6大央企，哪一個摘的這個頭盔？至於專家說萬科這個債務重組標誌着房地產見底了，這個說法明顯不對，這是房地產正在這個叫如火如荼，正是水深火熱之中，怎麼叫見底？這不是開始加速嗎？不用担心，萬科我相信會一直存在，死不了。但是大股東債權人掉层皮吧，萬科爆雷會有更多的深圳那邊有更多的人要進去蹬縫紉機，他們現在是晚上睡不着，焦慮。因為萬科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是跟他的管理体制密不可分。明明大股東是國企，但是把控公司的卻是管理层，這個身份錯位。所以大家就會發現這個奇怪的現象，一邊喊着讓萬科活下去，一邊瘋狂拿地，跟個民企是一模一樣的。為什麼？作為高管，作為
管理層他拿的地越多，他業績越多，到时候開發項目越多，他撈的越多，不就這意思嗎？至於這公司怎麼樣，就關我屁事。我追求是我個人收益，所以各個地方玩命的想方設法多拿地，拿完地之後想方設法貸款開發賣，這都是業績，這都是提成，這都有佣金的，這裡面貓膩多，你工程越多貓膩越多啊。所以這裡面你說有多大問題？所以這就是他為什麼一天到晚喊着什麼白銀時代，什麼青銅時代，要過苦日子，但是依然走上這條道路，就是高槓桿瘋狂拿地。這樣的房企還有好多，現在還在裝神弄鬼。我想只要韭菜堅持不買房，再堅持個2年，這些房企都要爆雷，都要現出原形。為什麼这個瑞银又跑出來唱空？這個瑞银說，他說咱們這個住房市場負資產風險將在未來3年呈指數級擴散，這個有點嚇人了。負資產風險什麼意思？就是你那個房子價值抵不上銀行貸款，那叫負資產了。預計陷入資不抵債的房產數量將從2025年的70萬套飆升至2026年的180萬套，並最終在2027年達到330萬套，屆時其佔比將達到當年住宅總銷量的 55.4%， 而這將直接影響銀行資產負債表，導致源於負資產按揭的淨損失額從2025年的340億元人民幣增至2027年的2320億元人民幣，增長8倍，表明若房價無法企穩，信貸損失將從流動性問題演變為對銀行資本金層面的實質侵蝕。瑞銀這個時候跑出來唱空，他已經講的不是房地產問題了，是因為房價直接下跌導致了這個叫系統性金融風險。所以專家說這什麼萬科爆雷標誌着見底，這哪兒到哪兒？這才到一半，越努力越吃虧，越努力越失敗。還有一個例子，我們經常說現在的韭菜的2021年買房的剛需的，實際上就是一些越努力越倒霉的，他就出生的這個時候不好呗，正好趕上要結婚，孩子要上學，他就買房了，就完了，負資產了。說個人就有點簡單的，實際上企業也這樣。大家記得前首富黄光裕，他那個國美，他的对手不就是蘇寧嗎？這個黃老板因為是這叫壞了事進去了，結果國美還撐着，而且國美大家回憶一下，國美還打贏了大股東、二股東，一個叫陈晓的爭奪控制權。這個首富在牢房裡蹬縫紉機，但是他老婆在外面，居然把控制權之争他打贏了。完了之後，這個國美苟延殘喘，雖然說沒有前途，但是好像也沒捅什麼大簍子。結果你看看蘇寧，對不對？蘇寧老板占京東是吧？是長袖善舞，又是足球，又是房地產，一頓折騰，又是跟馬雲推杯交掌，又是跟許家印兩人叫家印去英國的吧，考察球隊，風生水起。結果現在破產清算。蘇寧的這個張老板和國美的黃老板兩人一比，就是越努力的越慘。人家就坐了10年牢出來，國美還挺好，但是黄老板出了獄之後也開始努力，要把失去的官银補回來。結果一努力還反而本來這個國美還能苟延殘喘是吧？結果黃了，員工開始討薪。同樣的例子，新城控股大家知道吧？五月廣場，新城控股的老板不是好幾年前因為這個也是壞了事坐牢去了。也就是這個老板坐牢去了，留下了這個大攤子，雖然有人管，但是沒人拍板，沒有魄力。也就是說不敢高槓桿、高周轉，不敢跟萬達、跟恆大一樣學，他們叫無為，叫能力差混。結果人家是因禍得福。新城控股雖然現在日子不好過，但是人家沒爆雷，人家還在混的。你看看，所以你看這個時代它已經造成這樣了，你知道，努力做事的栽了，什麼都不做的反而這個得以苟活。無論從企業還是到小鎮青年，還是到那些做題家、有為青年，都一樣。有的时候這個叫負反饋，越努力越慘。實際上我們應該說他們是在錯誤的方向上努力，對吧？如果方向錯了，你越努力那就是越慘。年底了，恐怕有更多的壞消息啊！炒房客恐怕已經做好準備了，正在天台上猶豫啊。萬科都已經官宣爆雷了，你說還能有什麼政策？還在那做夢，還想着什麼出什麼大招救樓市？這些炒房客、這些炒房中介死多頭、絕望，那才是這個樓市開啟這個叫加速新征程。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